119报案专线是需要急救，还是讲救灾才通使用哦？也毋过，云林县的消防局统计讲，云林县一档119大约会接到10万通电话，其中有4万通哦是卡来乱的，和第一线的人员是真困扰。云林县的消防局嘛提醒民众，把电话留予真正有需要的民众来使用，若是违法，上济是当罚5万块。喂，小朋友，拿给妈妈听。妈妈在吗？喂。消防员执勤中心把电话接起来，有的是囡仔因为好耍卡来乱，嘛有人打电话来唔出声，直接挂掉。有消防员就讲，逐工像安尼无效报案电话，至少有50通，有时甚至有100通，互第一线的处理人员真困扰。他可能是误触，所以背景音有声音，但是就是你怎么问他，他都会回答你。或者是那种小朋友打电话来恶作剧，平均可能会有个50件这样。一天至少？我自己接到是50啊，我刚刚是有查，最多可能也有一整年快200件这样。根据云林县消防局统计，111年度消防报案电话有10万通，不过其中有4万通是无效的来电，包含恶意骚扰、囡仔卡的无声或者是挂掉，比例要4成，呼吁民众莫无缘无故卡主管机关报案电话，较免受罚。从今年6月21号开始，消防法有修订。如果你无故拨打火警或是谎报火警、救灾救护的案件，它会罚则是新台币罚1万块以上5万块以下的罚则，请民众不要以身试法。有消防员表示，嘛有民众无伫事故现场，听到有人在讲着斗报案，造成救护人员出勤了后所找袂到事故现场。云林县消防局就讲，县内偏乡多数拢敢若分配着一台救护车，若有人黑白报案，就可能占用救护资源。呼吁民众把救护资源留予有需要的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